10年前的翡翠人。喂，老板，哦，我发给你的翡翠你收到了是吧？什么？全都要？好的，好的。大哥，风浪这么大，回去吧。记住哥的一句话：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找到100万约。10年后的翡翠人。小虎，哥最近又收了2只货，你看看怎么样？走水不错啊。是啊。哎，颜色有点不对，小虎，联系人抄家伙。有没有可能是你戴着墨镜的问题呢？哦，确实有点难。哎呀，货是真的好啊，可是兄弟啊，这可是咱俩兄弟的所有家当，清零了，这得卖出去。